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食鱼食肉，也着菜价。这个意思是身体若要健康，需要平衡的营养素。红花要有青叶啊，看起来较会水，较会圆满。啊，即马寒人啊，气温愈来愈低，真侪人会去食火锅、食鱼、食肉、食满足。不过营养师提醒讲，健康所需要的五大营养素，分别是矿物质、维生素、碳水化合物。脂肪加蛋白质，你若讲食了无平衡，就会出现伤重还是伤大块的情形，甚至引起营养不良，还是欠营养素的疾病。啊，你若逐工若食大鱼大肉，专家讲高蛋白食食较容易引起痛风，所以讲三顿除了食鱼食肉，嘛都要食青菜，才会当维持身体健康。像艺术作品、歌唱表演、戏剧的角色、装潢设计等等，这道理拢同款。今日这讲的俗语是食鱼食肉，也着菜价。